咱来关心天气，讲到今仔日呢是反冷了后上介强的冷空气来到台湾，这北部、东北部、东部呢会转至乌阴搁热雨天气，温度也会降真济。这东北季风的正方面呢，大台北地区还佫依然是会落雨的。啊，那这冷空气上强的时间是伫礼拜三，北部、东北部可能剩15度尔，啊，那中南部也是只有17、18度。也因为真冷呢，会感觉会较湿，会较冷挂，所以要等到拜六温度才会回温。拜六礼拜的好天已经结束，气象署提醒天气咧要变寒。拜一过到了后，东北季风开始增强，愈暗会愈寒。除了温度下降，这方面的大台北和宜兰部分所在可能会落大雨。也那中南部的天气也是以多云好天为主。基隆北海岸、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哦，所以在今明2天的话，在北台湾地区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，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要携带雨具备用。那到了礼拜3之后的话，整个水气上开始会有逐渐减少的一个趋势。温度的方面，气象署表示，这波东北季风会一直影响到这个拜5，爱到拜6礼拜天气才会变好。受冷空气影响，全台湾这礼拜拢会降温，尤其拜3、拜4是温度下降上明显的2天。北部地区和宜兰透早只有15度左右。在礼拜3的清晨以及礼拜4清晨的时候，会是这一波冷空气最强的一个时间点。我们预计像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上，大概是落在15到17度左右。然后在其他地方的话，只是在18、19度这样一个温度哦。所以在这一个温度上，其实跟前面几天相比，其实是有比较明显转凉的一个状况。气象署提醒，这几天北部和宜兰的民众要出门，就要会记得早雨伞。各地头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，早暗的温差较大，海边的风会较透，影嘛会较大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